来看台中代理一间处理医疗废弃物的公司哦，因违规的记录是真多，即马是要申请甲级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的等言，也毋过民意代表就要求讲，台中环保局要爱好好啊把关。官员的言谈讲，伫黑暗暝直直庆避烟，台中市代理区一间创立20多年、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基工程公司，目前正在申请甲级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的电源。当地民意代表甲环保团体伫25召开记者会讲，公司连续3年超销，常常有违规的记录，民众嘛唔敢出门运动。有点像是塑胶在燃烧的味道，然后就不大想要再出去运动。只许可1年。可以烧300天，但是过去3年它都烧到330几天，也就是每年超烧1个多月，这是重大的违法事件。好，但是过去这3年环保局没有发现。环保团体讲，汉基公司分发了大概烧160吨医疗废弃物，25年来有36件违反空污法废清法，累计罚400万。2018年，佫超标排放第二性，分发了4位3公里内有54间学校，将近4万的师生。环保局袂使佫放目，业者强调，2021年了已经降在大概烧100吨，目前排放拢符合管制标准，嘛有伫另外找新厂区，有计2-3年内会迁厂。我们正积极的在办理这个新厂的一个建制，不会太久了，可能2-3年的时间。申请4月废弃物处理许可证展验，目前已经完成初审，为审慎将邀请5位专家学者召开审查会进行审查。环保局讲，目前甲级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已经完成初审，后续会邀请5位专家学者严格来审查，未来加强稽查的次数，各安全污染防治设施等科技仪器来监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